Hello，大家好，歡迎翻嚟澳洲生活投資知識頻道啊！咁今日咧想同大家講下一個喺澳洲可以話生活上面嘅必需品啦，就係電話 plan 啦。咁無論究竟你係嚟旅行，可能好短期嘅一啲7日 plan 啊，甚至可能1個月嘅 plan 啦，但係亦有一啲朋友可能佢落咗地要去諗，究竟會唔會用好似香港嘅月費電話 plan 呢？定係用好多澳洲人都會用嘅一啲 prepaid 嘅 plan 呢？我今日會同大家分享一下究竟我同朋友之間大家嘅交流嘅一啲心得，同埋究竟我自己又會去點樣去比較，同埋佢會做一啲選擇啦。因為真係花多眼亂㗎嗱，但係今日咧係一個經驗嘅教學分享嚟嘅啫，裡面就冇任何嘅投資建議㗎。但係建議咧就有一個，記得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like 呢條片，同埋介紹俾朋友仔啦。相信大家第一步去搜尋啊，去揾下乜嘢嘅電話 plan 啱自己嘅時候咧，已經會出現可能以下嘅一啲煩惱啦。因為可能喺 Google Search 裡面啦，你一 search 話要一啲 SIM plan 或者電話 plan 嘅時候，首先佢哋可能會已經有一紮有 sponsor 嘅一啲唔同嘅 plan 俾大家揀啦，有一啲一啲我哋所講嘅 prepaid plan 啦，你見到花多眼亂，唔同牌子唔同價錢，唔同 gigabyte， 即係唔同嘅數據，甚至唔同嘅時期，即係你可以用幾耐嘅，究竟會係點樣揀呢？我相信呢一個已經係第一步會嚇親大家㗎啦。咁嗱，我首先喺度歸類下先啦。我哋其實咧可以分為一啲叫做網絡供應者啦，或者叫即係 MNO 啦，或者一啲叫做係借用人哋嘅網絡，但係有自家品牌嘅，咁就叫 MVNO 嘅品牌啦。嗱，所以整體嚟講咧，通常我哋常見嘅三大嘅網絡供應商啦，就係 Telstra、Optus 同 Vodafone 啦。咁但係咧，大家可以見到右邊旗下咧，其實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網絡即係借用嘅供應商㗎。例如我哋會見到 Boost 啦、LD 啦、Woolworths 啦，係啦。咁甚至啦咁例如 Optus 會又有 One Pass 啊嗰啲嘅唔同嘅情況啦。咁而 Vodafone 嘅咁就會 Kogan 啦呢一啲啦。咁呢度都係一啲其中一啲例子啦，但係我相信大家淨係望一望嘅時候都會發覺，哇咁多點樣揀啊！咁首先啦，即係我哋通常第一下當然會俾個價錢去吸引咗嘅。咁例如頭先提到啦，一啲MVNO 嘅供應商啦，即係借用嘅供應商咧，通常佢哋嘅價格咧係會比起大型嘅網絡供應商咧係會平少少㗎。咁有時甚至佢哋會有啲特價啦，或者長期折扣喎。但係都要留意住，其實佢哋有啲細項可能話頭兩次你再 renew rollover 嘅時候先至有呢個 discount。嘅啫，咁可能之後又會有啲唔同嘅喎，咁所以啦，首先我相信除咗話望住個價錢之外咧，我哋都要知究竟我哋大概估算下自己每個月嘅用量。好啦，第二就要去諗下究竟自己需要嘅速度啦，5G、4G， 咁呢啲當然係第一眼大家會諗嘅情況嚟嘅。咁但係咧，因為其實我哋所講嘅一啲主要嘅供應商啦，或者呢啲叫虛擬嘅電信商咧，咁其實咧，佢哋可能個速度上面有時會有個 cap 嘅。咁某一啲 MVNO 啦，咁其實就會提到其實佢哋可能個上限係150 Mbps 係啦，或者200 Mbps 咁樣。咁呢個可能自己都要去留意清楚㗎。咁仲有咧，就係其實好多時候我哋都要去諗下，究竟自己生活緊嘅地區究竟係真係屬於市區啊，定係可能成日都要 travel 嘅，要去甚至可能一啲偏遠地區，可能嗰個接收信嗰個覆蓋範圍咧，亦係會成為咗你其中一個考慮因素㗎喎。嗱，好多時候喺香港嚟嘅朋友啊，咁未必會太慣點解即係話市區同偏遠地區會爭咁遠嘅咩？咁其實呢一個我借用 Telstra 嘅其中一幅圖啦，就俾大家睇到啦。嗱，其實 5G 嘅覆蓋就係紫色嘅範圍啦，4G 嘅就係綠色嘅範圍啦。咁除咗話會快同慢之外，大家都會見到啦，即係就有啲人真係要成日 travel 去唔同地方，咁可能呢一個就會成為咗你其中一個要考慮嘅因素啦，就唔止淨係收唔收得好啦，甚至仲要知自己個速度會去到邊啦。
咁但係咧，其實嗱，我哋頭先好籠統咁俾大家知道咗，原來除咗價錢之外，仲有好多唔同嘅考慮因素嘅。嗱，咁但係啦，我覺得因為唔同嘅電話 plan 啦，其實佢哋都因為有時俾你啱啱一開始會有一啲 subscribe 嘅一個特價啦，咁所以咧，我覺得比較客觀啲嘅比較就係將一個12個月嘅總支出啦，係啦，咁就即係無論究竟你係講緊充值卡定係用緊一個月費嘅計劃，我哋累積成為一個12個月嘅總支出咧，就會比較明顯啲見到原來大家價格爭幾遠啦。咁第二咧就係當然去比較翻究竟自己需要嘅流量啦。咁可能啦有時未必成日喺屋企，可能要成日出去唔同地方嘅，係啦，可能要見唔同朋友啊，甚至可能因為出到街嘅時候，你可能一個電話要做 hotspot， 咁可能要 share 俾可能小朋友啦，咁可能你個 laptop 又要用啦，咁可能喺呢一方面你嘅數據又可能會用多啲嘅，咁呢啲都要小心，係啦。咁而點解要小心咧？就係你可能會去留意下，究竟呢啲 plan 佢有冇一啲 data 嘅 rollover 或者叫data bank 啦，即係話你將嗰個月累積咗未用到嘅數據咧，其實可以累積落去嘅。咁而累積當中，究竟個 data bank 即係話你累積最多上限係可以去到幾多嘅咧？即係話原來累積下去到50G 就上限啦，定係原來100G 就仲得嘅喎？定係原來可以累積到500G 嘅喎？同埋究竟個 deadline 佢哋又係點樣去計嘅咧？係每個月清啊，每年去清啊，定係只要你持續用緊佢哋咧，佢都會同你繼續 roll 落去咧？咁呢啲都可能要細分嘅噃，係啦，咁但係啦，仲有嘅就係究竟長期 plan 係抵啲啊，定係用一啲月費嘅 plan 抵啲啊，定係用 prepaid plan 係抵啲咧？咁呢一個咧，我陣間會同大家去分享一下我點樣去比較嘅。就係咧，我會借用啦嚇，我之前就做咗一個表，咁因為咧我當時就比較緊唔同嘅一啲月費 plan 啦，咁甚至一啲 prepaid plan 啦，咁但係我就為咗方便啦，即係客觀啲，我就冚晒啲名字嘅，即係唔同嘅 package 啦，同埋究竟唔同嘅供應商啦，咁但係大家都會估計到啦，我睇緊嘅供應商通常都係會比較穩定啲啦，會比較快啲啦，係啦，咁而究竟方案就係你去睇究竟真係原本嗰個MNO 個 provider 俾你啊，即係嗰個供應商俾你啊，定係原來係一啲虛擬供應商俾你嘅一啲 package 啦。咁就好似頭先咁講，我會做一個年費，究竟全年會係幾多錢啦？同埋究竟我當我自己會預算，我通常可能一年大概200-300嘅流量係啦，咁我就所以點解會篩選咗200G 打上嘅累積流量會係幾多啦？咁而仲有一個方法，我覺得幾好嘅，就係當你有晒全年嘅數目啦，你大概每年佢上限可以俾你用到嘅一個數據啦，就可以大概計到每個 Gigabyte 咧，其實你個澳紙係幾多錢啦？即係話例如第一項嘅就係每一個 Gigabyte 係9毫6，係啦，咁就咁數落去，可能第三個嘅8毫2啊，或者最尾嘅7毫4，就會覺得更加抵咯喎。好啦，咁呢一個起碼用咗一個價錢上面可以睇到，而仲有一點嘅就係去睇下另外一啲 remark 對自己有冇影響啦。例如我呢一個嘅第一點可以有 rollover 500G 上限嘅，呢個好似以備不時之需，即係突然間去咗第二個 state 啊嘅時候，可能又啱用啲喎，因為唔係喺屋企嘅時候未必成日有 WiFi 嘛，係咪？咁但係另外淨係睇平嘅話，又好似數據上面有少少不足嘅喎，因為其實仲有我哋都要去考慮就係 just in case 如果數據唔夠嘅時候，我 top up 淨係買數據要幾多錢咧？咁呢個都會係一個考慮因素嚟嘅。咁當然啦，如果揾到一啲係長期優惠又冇合約嘅，咁可能係大家又有個 flexibility 啦，咁就可以去自己
己去用下，發覺我想轉下其他台又得喎。係啦，咁嗱呢一度冇話一個最好嘅，只有一個最啱自己嘅方法。但係喺呢一版，我希望俾大家睇到嘅就係話價錢呢一樣嘢，因為係隨住唔同嘅優惠啦，或者時間係會改變嘅。但係個思維或者個方式咧，呢個計算方法咧，就反而係可以幾彈性去俾大家自己唔同時間去做一啲參考啦。我相信一啲精明會懂得理財嘅朋友會理解到，如果我哋每一蚊使得更加有價值，會令到呢一個精打細算喺個節流方面會做得好好嘅。但喺理財方面，其實開源加節流先係一個更加好嘅配合，一個更加好嘅 matching 啦。咁而喺開源方面，就例如好似今年我哋不斷可能都有同大家分享一啲唔同嘅投資教學啊、理念嘅訪問啊嘅時候，都有提到今年個股市，尤其是可能澳洲股市啊、美國股市啊、周圍嘅股市都做得唔錯。無論如何，我希望大家都記得開源係其中理財係一個好重要嘅方向嚟㗎。咁例如呢一度嘅俾大家會見到自己揾到一啲澳洲嘅投資策略嘅方法，其實可能就算大家成日覺得澳洲嘅股市係好悶，但係原來都可以有個好好嘅跑更加多嘅一個表現出嚟㗎，令到時間可以成為你投資路上嘅朋友，呢一點先係更加重要。如果你係需要喺呢方面多啲經驗嘅學習呢，歡迎你可以係喺下邊嘅連結同我預約一啲時間，大家傾下偈。我相信喺呢一個學習嘅過程當中，會俾到一個好大價值嘅交流俾你㗎。我相信喺呢一個開源同節流當中，例如好似選擇電話 plan 呢啲嘅關鍵嘅位置，都會令到我哋明白到，其實唔係所有嘢都一定要揾最平，而係需要揾一個最符合自己啱嘅模式去做一啲選擇㗎啦。咁所以咧，今日希望呢一個嘅生活嘅小教學裏面啦，令到自己喺個電話 plan 上面可以幫到手，亦同樣地令到你可能會喺理財上面都有一個舉一反三嘅一個考慮啦。如果你覺得今集嘅節目係有幫助嘅，記得訂閱我呢一個頻道，同埋介紹俾多啲朋友仔啦。多謝晒大家，多謝你嘅支持啊！記得留言、讚好同埋分享啦。我哋嘅教學分享裡面係冇任何嘅投資建議㗎，所以喺你作出任何嘅決定之前，記住去問返相關嘅持牌人士去攞意見啦。多謝晒。